来乡亲啊，过53天就要选举了。国民党启动助选团，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登出江湖，担任助选团的副团长。伊辅选的第一站来到新竹市，帮林经仁来邮票。讲伊助选的第二站会转去高雄来辅选到瓜志温。当年的韩流是不是会当伫高雄过来带动呢？到时阵就会知。拜托所有新竹乡亲，给林根人一个机会。为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经仁邮票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恬静一段时间了，即马出现啊！伊做国民党党内助选团的副团长，助选就为新竹开始。我会非常的感谢未来团结一心的国民党，都会彼此相互支持跟帮忙。韩国瑜，韩国瑜。当年韩国瑜行入高雄三山造势暗会，人气是有够旺。短短一段路要行几分钟，才会当到舞台。人气这旺的伊，即马为年底大选徛出来，为候选人邮票。所来辅选的第二站会去倒位，真侪人伫关心，有可能会去高雄辅选瓜志温，看敢会当重现当年的场面。人多一点总是比较热闹嘛，讨论的主题也比较会有可能会比较热络一点。定来不一定啦，人伊要定来是到左算是自由啊。那我的个性我是袂当来啦，我反正我袂当来啦。我被罢免的韩国瑜加入辅选，部分的高雄人犹原无领这个情，伊敢会当挖靠人家魅力？做家母带各候选人冲选情，为参加王宏伟募款参会到助选林经仁，所来有一连串的辅选活动。韩国瑜同款是媒体焦点，就看选民敢有认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